你有冇諗過，信仰究竟係做宗教嘅事，定係活出一種生命？就係多禱告、多聚會、多奉獻，甚至可能覺得只要做得夠，神就會鍾意我咯。但係原來神真正看重嘅可能唔係呢啲啊！喺彌迦嘅時代係一個好黑暗嘅年代，有錢人欺壓窮人，弱勢被剝削，社會充滿咗好多唔公義嘅。但係人照樣去獻祭敬拜，表面上睇上嚟一切都好似好屬靈啊！但問題係人嘅心同神越嚟越遠，因為佢哋敬拜神，但忽略咗正喺度受苦嘅人。佢哋講信仰嘅，但就冇活出神嘅憐憫。原來神真正想要嘅唔係外表嘅敬虔。彌迦書6章8節，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原來神真正想要嘅並唔係完美啊，而係我哋行公義，喺唔公平嘅裏面仍然可以選擇做正直嘅事，好憐憫，願意停低腳步，關心受傷嘅人，可能一個嘅擁抱，一個嘅安慰，一個嘅陪伴。有陣時一個好微小嘅善意已經可以成為別人嘅祝福同盼望。仲要存一個謙卑嘅心，承認自己需要神嘅，每日都要與神同行。其實真正嘅信仰唔單止星期日返教會，唔只係唱詩歌敬拜，仲要喺每日嘅生活裏面活出愛，喺人哋軟弱嘅時候仍然願意去憐憫，有能力嘅時候仍然選擇謙卑，喺平凡日子裏面學習與神同行。今日不妨問下自己，我嘅信仰只係一個宗教習慣，定係活喺日常生活之中？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着彌迦嘅話語提醒我哋，你所喜悅嘅唔係外表宗教嘅行為，而係一個真正真誠嘅心。主啊，呢個世界好忙，好多時都會忽略咗身邊有需要幫助嘅人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唔好只停留喺敬拜嘅外表，而係願意走去關心有需要嘅人。教導我哋學習行公義，喺唔公平嘅事上邊仍然選擇正直。教導我哋好憐憫，當人哋軟弱嘅時候，我哋仍然願意伸出手。亦都教導我哋有一個全謙卑嘅心，承認我哋每日都需要你嘅帶領。求你更新我哋嘅生命，俾我哋唔單止認識你，更可以活出你嘅心意，令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學習與你同行，喺小事嘅上邊活出愛與善良。願我哋嘅信仰唔單止建立喺言語上，而係真實嘅生命裏面。我哋如此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